多謝主席。26W 嗰段咧，我想問就係呢、授權任何人，呢、個人係指自然人，抑或係可以係法人或者自然人？26W 係。咁點解咁問呢？因為即係若果市民佢譬如買一個醫療保險嘅時候，咁佢係要簽一個永久性、全面嘅冇限制嘅授權俾保險公司。如果你翻去睇翻你自己買過醫療保單，都係咁寫㗎啦。就佢永遠，就算到個投保人死咗之後，個公司都可以查閲翻佢所有任何地方、任何醫生、任何醫療機構嘅病歷。即係呢一種授權係好明顯權係過大嘅。咁當然呢個只係一個例子啦。但係因為咁嘅情況底下，而似乎你 26W 真係俾咗呢個市民佢有可以咁樣授權俾一個機構，即係包括埋保險公司，咁會唔會係同我哋嘅原意有抵觸，同埋係保護唔到市民嘅私隱呢？唔該。好，請阿 Erica。多謝主席，多謝林議員嘅提問嘅。其實喺我哋設定呢一個最新嘅條例嘅原則咧，我哋諗緊嘅咧係有啲情況咧，可能係照顧者咧係有需要咧係去管理我哋一啲登記醫護接受者嘅一啲資料，咁而去有一個咁嘅諗法嘅。咁議員亦都可以見到咧，第26W 咧嘅第2款咧，其實講到咧授權咧必須咧係按專員指明嘅格式同埋方式去作出嘅。咁所以咧，其實喺實際操作上咧，其實我哋係會睇翻咧喺乜嘢 context 係有需要咧係俾市民去作出一個咁嘅授權嘅。咁例如咧，佢可能係需要俾一啲照顧者去管理佢嘅記錄啦，或者係喺一啲醫社合作嘅情況底下咧，就某一啲團體機構係有需要咧係去喺市民嘅授權底下咧係可以去見到佢嘅一啲記錄咁樣嘅。咁我哋係按於呢個原則咧咁樣去做嘅。咁所以喺實際操作上就唔會因為咧我哋有26W可以作出授權咧，咁就任何人咧基本上登記醫護接受者咧就可以經過呢個醫健通咧去授權任何人咧係去取得或者係去提供佢嘅一啲資料嘅。咁睇下呢個解唔解答到林議員嘅提問？部分啦，因為你2嗰段咧就係寫授權須按專員指明的格式及方式，格式及方式似乎就好似冇講到你嗰種嘅限制。即係如果係真係要打官司嘅時候，佢 G20你冇話到有啲限制喎，只係格式同方式就播。咁嘅時候係咪都有一個漏洞喺處咧？唔該，或者會唔會需要翻去做修改啊？多謝林議員嘅提問。咁格式同方式咧，其實好似其實喺整個條文整個條例入邊咧，都係一個即係常用嘅字詞嚟嘅。咁實際嘅操作上咧，就係我哋會按講格式咧，就可能佢可能有一張表格，或者係佢係填一張 form， 或者係佢經過嚟 eHealth App 去撳一啲東西出嚟。咁個方式咧就可能佢係用唔同嘅途徑，例如佢係需要向我哋嘅辦公室去提供嘅一個授權嘅書面授權嘅，又或者佢可以透過其他嘅方式去做嘅。咁而嗰個設置咧，其實專員係會有一個管控權嘅，即係我哋會睇翻本身嘅嗰個可接受嘅目的啊，咁樣去即係允許一啲呢個登記醫護接受者去作出任何授權咁樣咯。咁盡量上我哋喺法律上面咧都係希望係以一個即係flexible 啲嘅方式去寫啦。咁係有一個空間喺度咧，等我哋將來咧喺一啲有需要去應付唔同照顧者嘅場景咧，都可以得到一個沿用嘅。咁睇下呢度好，唔該。